哋屋企有養小動物嗎？今次對 YOHO Hub 呢個單位，屋主就養咗5隻貓貓，帶大家嚟睇下我哋點樣設計。由於屋主有幾隻貓貓，屋主想一返到屋企嘅貓就會去到門口迎接，所以電視背板呢個位置，我哋設計咗貓跳台。梳化旁邊亦都有貓爪架，連天花都做咗貓通道㗎。呢一組電視櫃嘅高度比平時嘅電視櫃高一啲，因為入邊要擺貓砂盤，所以我哋都因應返貓砂盤嘅大細同埋高度去設計。門板亦都做咗透氣嘅木條子。咁幫貓貓設計嘅傢俬，我哋有啲咩要注意呢？為貓貓而設計嘅傢俬最重要就係安全穩固，所以貓跳台我哋都用咗金屬支撐去加固。貓跳台之間嘅距離，我哋都特別因應咗貓貓嘅大細去設計㗎。細隻嘅貓咪就預留咗20至30 cm 嘅距離，層板嘅闊度都至少要有30 cm 闊。跳台層板我哋都設計咗防滑嘅貓爪布作為緩衝。除此之外，我哋都會揀選返防貓爪嘅物料，例如貓爪布、防刮花嘅飾面板。而傢俬嘅邊角位以弧形去修飾，減輕返貓貓走動同埋跳躍時候撞親嘅機會。客飯廳係屋主同貓貓互動嘅空間，所以書房除咗俾屋主2個人工作用，亦都係主要嘅收納空間。屋主重視睡眠質素，所以唔想喺床頭有插蘇嘅位置去做電話充電，反而床頭板做咗一個隨手可以攞到書嘅小書櫃，而充電嘅位置就放咗喺床尾。